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到田雞開講，我係田雞啊。今條片啊，想俾翻大家就嚟緊11月30號星期日沙田賽馬日啊嘅尾場心水啦。當日啦，尾場就係第10場嘅3班1600米賽事啊。嗱，近排啦，咁啊跑馬地3班賽事尾場來來去去都係嗰啲馬啦。你見到又係美麗星神、飛輪步、幸運派彩。咁啊，呢一啲馬咧，次次啦，近排3班尾場賽事咧都喺度啊嚇。嗱，咁啊，今次啦就會想揀翻呢一隻馬咧，好明顯啦，真係啦，想用翻個大師傅去試下呢一隻馬啊。咁啊，但係我覺得呢一隻馬咧，都係喺3班嘅一啲嘅雷頭等啊，實力分子啊。咁啊，當然我覺得未必話可以上到2班，甚至一啲更高班賽事啦。但係呢隻馬咧喺3班絕對係穩嘅嚇。咁啊就係5號啊，元朗精英先啊，杜遠一、文家良啊。上次啦，呢隻元朗精英埋門諗住用阿麥道朗啊，咁啊但係啦嗰日啦，麥道朗就受傷啊，好早就退下咗火線，最後仲想報文都唔知跑咗啲乜出嚟啊。咁啊呢一隻元朗精英擺咗一個好後面嘅位置啦，最後叫做追翻幾步，咦，輸唔遠嘅喎呢一隻元朗精英啊！上次用阿報文輸2個幾馬位啊，咁啊今次啦都係用翻位大師傅換阿杜遠欣啊，咁啊證明啦其實幕後咧都真係好想用一啲大師傅啊去試下呢一隻馬。咁啊，遇正今組對手啦，你見到樓下都叫做係好多升班挑戰嘅馬啦，樓上嗰啲美麗星神又加咗啲磅啦嚇，咁啊計落啦呢隻元朗精英啦，相對嚟講咧就會有翻啲着數啊，咁啊因為其實元朗精英之前咪又係同阿美麗星神啦、幸運派彩嗰啲跑，但係元朗精英咧輸咗2場之後咧都減咗少少磅，減咗少少分啊嚇。咁啊嚟啦，先同大家睇翻上仗啦，報文啊，哇，唔知點樣跑，但係都照撲得勤啊，元朗精英。黃奇居，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6-3行咗，嗰次元朗精英褪咗喺後邊啊。好啦，前面快噶嘛，嗱，好早已經掟到落包尾咁滯啦，元朗精英啊6-3，中間有飛輪步啦，埋邊勁沙塵啦，中間夾住有金盛名區啊，第4位外邊啊不同世界啊，第5位粉紅袖美麗星神，第6位灰色衫灰色帽響外邊呢仲有英俊飛區啊，後多層啊嘛，內欄第7灰色衫佳俊年年出邊型好威風啊，馬林中間紅衫白帽外邊幸運派彩，中間夾住仲有加州熱浪啊，後邊4匹馬元朗精英太太精神龍城精將呢就紫色衫，暫時殿後係火焰閃爍嚟噶。好啦，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前面放個馬咧，原來係不同世界放頭添，跟住喺第2位啦，外邊英俊飛區就走咗上去，中間啊飛輪步型好威風都走埋上去啊，內欄第5係金盛名區啊，第6位粉紅就美麗星神啦，內欄第7啊橙衫係勁沙塵啊，中間加州熱浪啊，出邊紅衫白帽係幸運派彩啊，後邊嗰5匹馬佳俊年年太太精神尾衫紫色衫，外邊呢就龍城精將啊，尾以內欄元朗精英響後邊呢就火焰閃爍嚟噶。好啦，正最後直路啦，前面英俊咁啊，依家仲喺度啊，夾下咁樣啦，呢隻元朗精英諗住喺內欄揾位啊嚇。飛區咧就透出咗噶啦，已經埋邊有不同世界啊，中間型好威風開始冚上嚟啦，外邊有美麗星神追啦，最出嗰邊仲係幸運派彩啊，火焰閃爍亦都賺緊出嚟噶啦，最後200米到啦，美麗星神透出咗，勁沙塵中間追，大外多火焰閃爍撲上嚟都勁啊，入邊位置呢仲係英俊飛區，最後100零米美麗星神佔先，埋邊英俊飛區中間勁沙塵接近終點啦，美麗星神。咁啊呢隻元朗精英雖然就話塞咗車咋全程咁啊，但係啦你見到報文喘下又近啲啊，咁啊跑下又再近啲，咁啊最後只係輸2個幾馬位嘅啫喎。嗱，咁啊上一組啦，咪又係美麗星神幸運派彩嗰啲啊，咁啊都跑過晒嘅啦，好多馬。我唔敢講啦，呢隻元朗精英係一隻好有實力、好超班嘅馬啦，但係啦佢只要跑翻好少少啦，絕對可以同呢一組對手咧冚下噶吓。咁啊今次用上杜遠欣啦，都叫做一個唔錯嘅配搭啊。咁啊12檔就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嘅啦。其實呢一啲元朗精英
因為你見到佢跑法上咧都幾彈性嘅，其實12檔你話搶前又得，好似布文咁樣啊，留後追咧可能都得噶，咁啊，但係你最重要就唔好塞車啦啊！咁啊，睇翻杜遠欣近排喺香港跑個情況咧，又好似冇乜呢一啲蝦碌嘅情況喎，即係又塞車啊，又跑唔到啊，成咧杜遠欣咧就比較少啊，咁啊，所以啦呢一隻馬。咁交由佢操刀咧，可能都可以變一變身啊！咁啊，呢隻5號元朗精英杜遠欣文家良值得留意翻啊！好啦，接下落嚟啦，第2隻心水咧，揀翻邊一隻呢？嚇？咁啊，其實今場有啲實力馬喺度，都叫做抽啲大外檔嘅。你見到一定超啊，用麥道朗真係幾吸引噶。哇，咁啊，但係啦，14檔真係麥道朗咧都未必話咁好跑噶嚇。咁啊，偉金主嗰啲啦，布文10檔呢一啲，我覺得都係咧有啲潛力啊，偷下雞嘅馬，但係隻咧檔位都唔好啊，佢哋跑法又冇元朗精英咁彈性咧，真係要諗諗先啊嚇。所以啦，寧願揀翻呢隻1號美麗星辰啊，潘頓告東嚟先啦。嗱，咁啊睇翻呢一隻美麗星辰先啊，其實呢一隻馬暫時未睇到話一啲係好超嘅馬啦。但係啦，馬主嗰邊咧都對佢咧其實係寄予厚望嘅，即係可唔可以跑下啲打比啊、4歲系列啊，都係靠呢一隻馬噶啦。即係美麗係今年，當然啦，呢一隻馬啊，仲係3歲仔，你話之後會唔會好大嘅進步啊？有啲咩嘢嘅進步咧，都好難講啊！今早啦，對住其他實力馬咁嘅檔位唔係話太好嘅情況下咧，呢一隻美麗星辰繼續上下名，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噶嚇。咁啊，上一仗啦，呢一隻嘅美麗星辰都係頭先一齊睇嗰場元朗精英嗰場同場噶啦，都係叫做今季啊，咁啊3班嗰啲實力馬，雷頭等啊、勁沙塵啊、火焰閃爍喺晒度啦，都係嗰組對手出身啊，呢一啲美麗星辰上仗咧，仲要克服咗呢個3班嘅賽事添啊！咁啊，埋門都唔係話冇嘢睇嘅呢一隻美麗星辰，其實佢咧都係特登做咗一課試習啊，全部都係由阿潘頓一手包辦嘅。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其實呢一隻美麗星辰咧，上一仗贏馬咧唔係話冇落到啲功夫㗎嚇。咁啊嚟啦都可以同大家睇埋咧。之前啊呢一課例集潘頓點樣輕鬆贏馬呢，導致佢下一場咧都可以順利勝出到啊嚇。都好多高分馬嘅。好啦，開閘嘅時候一檔橙衫嗰隻領袖勁力就唔算好快。美麗星辰啊，出閘正常噶，咁啊同佢出賽跑都係相約嘅位置，守翻中間位啦。嘅黃衫尾以中檔有信心升啊，出邊就鴻運帝王啦，咁啊褪咗落嚟粉紅袖外邊嗰匹呢就係永遠美麗嚟噶。好啦，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啦。咁啊，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係嗰隻升龍區啊，愛馬線第2位翠紅第3，信心升黃衫第4啊，外邊有鴻運帝王啦，尾三美麗星辰，尾依內欄橙衫呢就領袖勁力啊，咁啊暫時殿後係永遠美麗嚟噶。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咁啊前面放出嚟跑嘅馬呢，係嗰隻升龍區嚟嘅，愛馬線就跟住個第2位啊，鴻運帝王咁啊咬到第3，再見到第4位嘅馬啦，黃衫中檔信心升啦，咁啊外邊位置有呢隻美麗星辰啦，埋邊美麗星辰守咗喺偏後面嘅位置啦，入正直路望空即刻擠上嚟啊！三黃袖呢就翠紅啦，後邊兩隻橙衫領袖勁力，最出呢仲有隻永遠美麗啊！好啦，最後200啦，升龍區扣住仲有優勢嘅藍衫愛馬線啊，咁啊出邊呢有隻美麗星辰追上去，後邊第4、5位鴻運帝王信心升啊，接近終點都好近嘅，咁啊外邊位置就美麗星辰，入邊呢都好好嘅表現啦！你見到呢一課集呢一隻美麗星辰一望空啊就上到嚟啦。咁啊，所以點解佢下一場出賽咧跑16米都可以順利贏到馬，就係咁解啊！咁啊，今場啦，成個形勢基本上同上一仗跑呢個16米咧係完全一樣啊！潘頓5檔，唯獨係重咗少少磅啦，但係都唔算話重得太多啊，重咗6磅嘅啫啊！咁啊，如果你呢一啲美麗星辰真係劍指一啲大賽啊4歲系列，嗰6磅真係唔代表啲乜，唔算得係啲乜噶。今場啦，美麗星辰未必話贏到啊，咁啊 win 就未必話抵買噶啦，但係你話 pace 咧配腳咧，絕對要撚翻嘅呢一啲馬，真係叫做當 fit 啦、進步啦，都係比其他馬咧
多好多啊！咁啊呢隻1號美麗星辰潘頓告東尼啊，咁啊第2匹心水揀翻佢先啦。好啦，第3隻心水啦，就係出自咧另一組3班賽事啊，就唔係頭先所講嘅元朗精英啊、幸運派彩啊，就唔係佢哋嗰組嘅3班賽事啊，因為呢一隻馬咧今場啊都係幫佢增咗程跑1600啊，之前都係跑開1200、1400啊，咁啊就係呢隻12號火悟空啊，艾少麗、姚本輝啊嚇。火悟空咧都係一隻好快已經交到表現俾你睇到嘅側身馬啦。其實上兩仗咧火悟空啊都係啦，一啲唔係話太好嘅形勢，話喺13檔、11檔咧都照可以追到上嚟啊。咁啊，尤其上一仗咧跑3班孭個輕磅都係貼翻個馬群輸2分1個馬位嘅咋嚇。咁啊，姚本輝經常都有啲咁樣嘅部署嘅，即係有4班唔跑，寧願輕磅跑3班咧，好多馬咧都係交翻一個好嘅表現啊！一先生嗰啲咧，之前都係咁樣嘅部署嘅咋。咁啊，呢一隻火悟空都係啊，你見佢搏失咗2場啦，但係咧照報翻3班115磅，孭個超輕磅挑戰你哋啊！咁啊嚟啦，同大家睇翻火悟空上仗11檔1400米咧，又同邊啲馬跑呢？嚇？顯示係3。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咁啊幸運多彩粉紅衫啊慢啲嘅，快嘅嘛，勇冠群英啊，出邊同心同樂啊，第3位有正極啊，第4位就開心貴寶啊，內欄第5就神似。咁啊望翻前面嗰啲馬啦，同心同樂、勇冠群英啊，都係快馬嚟嘅。咁啊但係啦，火悟空啦。留咗喺偏後面嘅位置喎，黑衫黑帽啊！再見到中間第6飛馬先生，出邊灰馬紫色衫，外邊嗰匹啊大眾福星啊上咗啲，中檔位置63大約尾6到啦，就天福嚟嘅。後邊嗰幾匹馬啦，幸運多彩啦，黑衫火悟空啦，尾3位置呢就係風神啊。暫時殿後一隊有閃光燈同埋哥倫布嚟噶。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同心同樂就放頭啦，正極就第2位啊，勇冠群英第3，神池跟住個第4啊，內欄第5仲有呢隻就飛馬先生啦，第6位開心貴寶。第7位灰馬係大眾福星啊，內欄粉紅衫藍眼罩幸運多彩啊，後邊嗰5匹馬天福風神黑衫尾3火悟空啊，後邊2隻。大家望翻啦，同心同樂、勇冠群英、大眾福星，今場頭3位嘅馬呢，其實都喺偏前面嘅位置噶。咁啊，潘頓嗰隻仲要早走添啦嚇，但係啦，你隻火悟空其實仲喺後面啦，黑衫黑帽啊。紅黑直間衫走入去有哥倫布掟大外檔呢，仲有隻閃光燈嚟噶。好啦，正最後直路啦，同心同樂佔先，正極第1隻上嚟挑戰啊。中檔位置仲有勇冠群英追啦，中間位置呢就大眾福星啊，外邊追上嚟噶嘛，仲有天福啊、火悟空嗰啲馬，最後200零米，同心同樂仲有優勢，中間大眾福星上緊嚟，入邊仲有勇冠群英啊，外邊天福，最出嗰邊仲有隻火悟空，最後100米到，同心同樂佔先，勇冠群英上嚟追佢，出邊大眾福星。叮當碼頭啊，火悟空都真係叫做叻仔啊！大外檔追咁多啊！咁啊上一仗啦，我都係中咗個3重彩啊呢一場。咁啊嗰陣點解唔揀呢一隻嘅火悟空呢？咁啊最大原因咁就梗係個11檔啦呢一隻馬，加上3班又未證明過，所以佢其實上一仗輸呢都係合情合理嘅。但係今場唔同啦。上一仗3班俾你睇過啊，佢係真係，咦唔係話太差，撲得近嘅喎。加上啦，今場唔再係大好多，喂抽翻個2檔，哇艾少禮醒醒定定跑呢，真係啦，首位方面啦，唔會話比上一仗更加差噶。血統方面啊，大家可能會擔心，喂真情1600得唔得？得唔得啊？咁啊，但係呢一隻火悟空其實血統方面啦，嚟到香港嘅馬匹呢。跑嗰個嘅路程咧都係好闊嘅，你見驕陽明區啦嚇，1200又得啊，2000又得，1600又得啊，佢呢個血統咧都算係比較闊啊，跑嗰個嘅路程可以應付到嘅嚇，所以啦，火悟空就未話可以斷定到究竟跑唔跑到一啲長路程定係短路程好啊嚇。呢個血統啊，負係上咧好多路程咧都係可以有機會咧應付到啊，所以啦呢一隻12號火悟空叫做係升班挑戰啦。嘅一啲馬啦，我覺得大家都係要留意翻啊，所以第3匹心水火悟空啊，最後咯，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大家有咩心水想同我分享，都係留言同我講，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田雞開講嘅大家庭，可以去翻 YouTube 嘅首頁，再撳簡介
去下面加入田雞開講嘅大家庭。每一個級數都有唔同嘅心水俾翻大家，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去揀翻唔同嘅級別。中意嘅話可以訂閱我哋頻道，撳翻個鐘仔，仲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下條片再見。